收啊。阿仙，哈，你做楼船哦，昨迄场做了无够歹，今仔日爱做较歹。要搁较歹咧，知啦，讲一个就知啦，无咱做假做遮久啊，煞唔知。会啦，免烦恼啦。阿你嘛，你做楼船的小妹爱做较酷较边，观众才会同情，知无？较酷较边啦，这要专门的啦。啊，你后壁唔知有看唱法？参详一个好无？啊，你欠我迄钱嫌我好。嘿，你真奇怪呢，已经入要上台演戏啊，搁咧讨钱袂晓看时阵，我看你欠人的都无咧急啊，等你红欠的咧急啥啦？敢若惨呢？谁话你讲啊？我欠人钱是先爱还的，我即马欠这条钱，爱来发嫁妆呢。啊，你钱若无还我是要安怎嫁？你奇怪，啊你无钱啊，你就莫结嘛，等下有钱的时阵才来结啊。我即马就手头较红，我若有钱，你免甲我讲，我就家己还你啊嘛。你讨紧紧，你讨啥话？你不？阿叔先生，我出场的时阵哦，你甲我弹一个口歌。啊，你敢样唱？哎呀，你走了我就晓啦。哦，来。来了啊！唱国歌啦！啊，你是安怎唱国歌啦？我知，我就甲你讲，拜托你甲我奏一个苦歌，哪知甲我喷一个国歌啊！国歌就对啊，你来我们唱国歌啦，唔对。好啦，小姐，小姐，阿金嘛，你来。来啦，我已经准备啦。啊，你要准备啦。真是啊，别晓得我啦。好啦，好啦，你两个啦。哎呦，卖个气啊，卖个气啊！啊。真是无错，表情我顺在无？来了。嘿嘿，我有去过海南岛，带一个恶送来做某，迄读书真艰苦，转来无3工，我就走去开查某。阮某知影是起食醋，两个相拍拍甲甲我裂破迄落内底裤，我就起毛摆，甲伊震腹倒。刷落又去拍出所，迄个拍出所，知影阮两个阁是翁仔某，叫我破衫破裤，就摕转去家己补，刷落去骂我白鸡仔佬啊，白鸡仔佬！在下老全正是啊！我的爸母啊，拄好生阮两个兄妹啊，要我做军的生理吼，做了无够偌好，拄好干那剩一块册，啊，阮小妹吼，就去互人离婚，当我转来甲我点点啊刻，一块册甲我刻甲强要完去，
好甲煞王家来讲亲，哈哈，我马上就甲伊答应，要将阮小妹嫁互伊做后寿。聘金已经甲人收啊，这个代志我爱互阮小妹仔知影呢，应该叫出来甲伊讲，哎，我的好小妹赶紧出来呀！大哥叫一声，阮就向前来问分名。拜见大哥。免嘞，免嘞。谢大哥。大哥，你叫我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有代志要甲你讲啊。因为你吼自从互人离婚，就转来甲大哥遮安尼住一段时间啊，我安尼剩一块册，互你客甲咁要还去啊。迄王家来讲亲，讲要带你去做后寿，我已经甲伊答应啊，好准备嫁妆啊。大哥，你要将我嫁出去是？那安尼，我的钱你先还我。你即马住伫阮兜哪有钱？我毋是讲这啦，我是讲你欠我迄还我。即马伫台顶咧演戏，你咧讨啥物钱啊？迄落来才讲，落来才讲啦。拜托的啦，我吼爱合嫁妆，你迄钱紧还我。嘿，你是毋知影讲我这个爱面子的相？我的性地是真歹呢，到这观众的面头前，你安尼甲我讨钱，你是伫咧甲我闹气，你是毋甲我受气了点哈？我就是唔惊啦，你安尼甲我补落去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忍你真久啊，吼！自后台我甲你讨到即马，我一直轻声细细咧甲你拜托，你一直拢不爱插我，你即马安那红声，你红声，无你爱想要创啥？要创啥呀？我即马就互你知。